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俺的瑜伽时间了哦！玉美老师真感动啊，做在同乡亲朋友分享瑜伽哈。今日呢，要教大家来做肩关节检讨。好，你看检讨哈，你看起来冇乜个用诶。好，你只要安尼，也下有乜个50肩呐，哈，乜个冰冻肩呐，哈，动作检讨的问题啊。也检讨呢，承受你呢所有的情绪，哈，开心啊、紧张啊，哈，也系讲你的压力啦，哈，全部东西哈，就全部就是老检讨承担啦。你看检讨按重要、按辛苦啊，我们为他做了什么？又为检讨做乜嘅？啊，你当你目足100块了呀，一行床啊，就可以是做事情啦，哈，磨汗啦，哈，兔孙的啦，男孙的啦，乜该是做都唔记得，你就忽略了照顾佢，哈，故说呢，也下呢，玉美老师要同大家分享，要教大家做检讨的动作。按简单呢，就按简单，不过非常的重要。其实人讲50肩哦，一下人哈，忙到50岁哦，检讨就已经有问题的。好，树卡唔好去了，做卡安的，好啊树咩玩唔得，好做唔得，办到好不去，好动作的问题之错的。所以用玉美老师用最简单又最有效的方法，乡亲朋友，大家看下，不管你起的也好，坐的也好，你是动起你的肩膀哈，好，也还抽张来哈，最重要的脊椎要出，好，脊椎要出，做主要是肩头开拿起了，你张开始个哈，你会知道哦，两片动身了，你是单肩哈，你右肩开始吸气，吐气，好，你是拿到你知道拿唔放起来，你看到平常也习惯不按呢，好，按你那你肩胛骨的效果很好，那手肘手腕不用向上，吸气，好，慢慢的停留，好，吐气不用向上，平常你知道按你这个腕的状况唔错，下来，不用下来，有冇？都懂彻底之错的哈。吸气的时候提肩，慢慢的提，好，一只肩头做哈，我看。较深入了哈，慢慢的个吸气停留，好，吐气不用向上。乡亲朋友做瑜伽哈，做不管乜个运动之后，传承高矮的瑜伽啦哈，就会老太家讲，感觉佢，好，感受它，享受它，好，感受它的酸，感受它的紧，好，享受它的酸，享受它的紧，好，慢慢的这样。吐气，不用向上，你知道按你不用太来摸，搁下来，还有安胎的空间哦，好，你不用下来。平常哈无闲的时候啦，紧张的时候都按你，滚日的时候按你，好，打电脑啦，哈，做事情啦，남생이的啦，滚日的时候按你，因为俺们做阿婆的，好，你就懂地남孙的个人的心情哈，嗰个肩头啊，不用向上。好，过来啊，做至少要做6度，好，第3度吸气，好，慢慢的提，你都知道规个脊椎、规个肩头都来上了，好，吐气不用向上，不用向上，不用踢，莫看按简单哦，你看下做就有动有能量的哈，冇听到坐到瑜伽垫方啦，坐到个碰垫方啊，坐到餐桌椅啊，都做得，好，你就是提。好，然后不用向上吐气，不用下来。好，至少要做6度哦，好，听5度。好，看起来玉美老师有啥我讲法，我交代大家，交代清楚。你这样子做的意义係乜嘅？功效、功能係乜嘅？你这样去做起啊？冇可能嚟做安尼，哦，这次都冇乜嘅樣嘅。其實佢當關鍵啊。好，真係要最後一個。好，慢慢的提上去。好，你看吐气不用向上，不用下来，好，规个安尼不用下来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还有一种方法没做的，吸，好吐，吸，好吐，没做的安尼做，不过你做伸发来，做暖身过后，先慢张夹，好，安尼你都知道讲动向上，玉美老师会建议你哈，一片张2片，好，那做出了哈，好，慢慢的吸气。你会发现玉美老师总喜欢闭眼睛，
因为闭眼睛迄，你就唔会东看西看，看呀看去无专心，你就专心都镜头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放下来。好，目珠呢，係懂消耗能量的一个安尼五官呐、你就慢慢的吸气。好，你看玉梅老师做示范以后，你去甲做迄个要做的，好，目珠，眼睛闭起来，享受它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放轻松。好，吸气，提肩。好，感受它，停留它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放松它，放下它。好，你可以好心理的层面就讲哦，我莫按紧张，莫按出力，我不用轻松，我放下我个烦恼，放下我个压力。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张可是做些人头脑一针。好，慢慢的。好，你做加强些，你做慢慢好，肩头跟降紧就向下做的，按呢，你就是所有的能量就集中在两个肩胛骨。好，慢慢吐气，放轻松。好，吸气。好，你都停留些，你都自然呼吸，莫憋气哦。你说这个头吸，慢慢吸，慢慢吐。很多朋友，你到电视前面有向下做嘛？你向下做就会带来健康哦。我还冇一梅老师安尼。好，大家全部团队当辛苦的，老好的东西，老大家分享。好，跟着大家动起来，好，享受它。好，慢慢吐气，你就会带来健康。好，一片一片做好以后呢，2片哦。好，慢慢的上。好，你知道不用放松，手肘手腕放松。好，再上，够较大条嘞。好，下，够下，放轻松。好，放下，放松，同时放下。好，过来哈，吸，提，停留。好，呼，放下，放松。好，再来吸，停留。好，吐，放松。好，一束做好就一束哈，也系轻简单。又懂又好的方法哈，听音乐方法哈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右手吹气，来长来，然后肩头不用轻松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手掌、手肘、肩胛骨不用轻松，不用多压个动作会更深入的哈，刚才暖身过后，听一张做呀哈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都前面，好，都当风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都轻当风气，也个肘朝天空。好，旋转都后背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不用轻松。好，前上提后扩松，有冇？做片。好，安尼来到两个肩头啊，肩头啊，哈，向当空。好，向当空啊，来顺来。好，一下肩头就如果挤压没哈，过后背扩胸，吐气，不用轻松。好，前上后下，向书记啊，个老的身体个按姿势哦，你虽然酸，我滴运动顺源，好，慢慢的顺源过后就会舒服哦哈。好，安尼放松，好经络通畅，最后要先紧后松嘛。而且按摩的时候啊，你去按摩咩嘿，我知道讲，哎呦，按酸软按痛，好按摩过后你就会轻松嘞。好，记得了哈，前面好当风旋转，后背不用轻松，好，要反方向有嘛哈，后背来开来，好旋转，好慢慢的前面。吐气，不用轻松，看到哈，后上前下，都看到哈，后背好当风，好旋转，吐气，也个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动重要，因为老师人讲3度哈，也就动作动重要哈，好慢慢的，差不多5到6度做完吸气，好不用轻松。好，完片了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乡亲朋友向下做哦，你做完你就知道瑜伽是安尼哈，有做就有效，好，唔过佢动作又会恢复，你就慢慢的训练佢，好，前松
好，旋转，往一个太太的眼前呢，倒后背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等下我看下背囊后背啊哈，等下身体会反转转来看，看左右肩头有吉他的作用，后背的肩胛、肩胛骨全部都按摩到的哈。好，慢慢的前面，好，荡风旋转，慢慢的哦，吐气，好，莫按夹，有冇？那慢慢的有感觉嘅。感觉嘅哦，感觉那安尼迄痕呢，好慢慢的呀，舒张，松了都按过，松了都按过，好，过来安尼做一个眼前呢，慢慢的做一个眼前呢，好，慢慢的，安尼准备唔会弯腰驼背啊，你胸脯会不会打开了？有冇？前面好，荡风，好，后背不用强松，好，各反方向了哈，开上。旋下哈，你就慢慢做，你就按你哈，你阴宽天师阴走，阴宽天师阴走，阴宽天师阴走哈。你右边前面做6度，后边做6度。然后一美老师要反过来了哈，要反过身本也都看了哈。好，一美老师然后做两片的时候，我们看哈，反过来，好，你看下肩头，那做肩头的时候，我们看好前面，你看下后背你看下肩头是没？也全部。脸上的皱纹带到肩膀，带到背部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强松。很久没看哦，看到哦，你看一美老师专业，还没肩胛肩胛骨按摩到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改多哦，吸气，好，来上来，你就唔会驼背，弯腰驼背，唔会长骨刺哈，你就没有50肩，看下肩胛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放强松，好，这样转过来，主要迄本上前朋友看啊，背囊那个。肩胛骨哈，鼓手你的按你迄个反方向哦，同样反方向哦，站上来，好，慢慢的做，乡亲朋友，要做动作，艺美老师懂推荐的哦，非常的重要哈。肩头哈会影响你的肝胆经哈，你肝功能啊各方面，让内脏的气，让我影响到哈。好，哎呀，做台哦，动身呀，做休息一下，深呼吸哦。慢慢的吸气，好，吐气，休息一下，不用强松呀，肩头。乡亲朋友，好运动，好享受瑜伽了。然后同样，讲肩头、肩胛骨哈，你知道肩头哈非常的重要。身体哈关节与腺体。关节轻重要的哈，大关节哈，就是肩头、骨呀髋关节，好，要胯呀轻重要，也呢影响到人个血脉哈，入到人内脏。故说我们看到哈，弯腰驼背啦、紧张压力啊哈，安尼紫色哈，没办法改善，哈，安用瑜伽，哈，故说呢之前哈。因为老师教我们旋转也得会个安尼简单的动作哈，然后更深入。哈，刚唔是说讲啊，老师啊，肩头动神人些啊，转就转唔过来哈，又硬高用个噻，好，你就先按尼哈，先做片，右片哈，你自己按尼哈，慢慢的先按摩拍打哈，慢慢按尼哈，右片左片，没可以起蛋哈，错的没可以，你先拍打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不用强松。好，左片到右片了哈，你就可以呀还给肩胛骨哈，安尼好捏起来哈，安尼，老给安尼扭一下哈，老给按摩，要有一条太筋头，好，你就老给安尼哈，安尼板板啊，那中医师啊讲哈，要调筋头哈，来啊哈，会提升你的免疫系统，你看，你是看，你是压大拇指哈。不用多压压筋头，你筋头有个筋头有嘛？睇下这底嘛哈，你就按你哈，捏一下，你按你动神样啊，动神通，非常有效哦。也不开，也太太啦、先生啦哈，也生意的啦，下班转来哈，讲今日很巧哟，很甜哦，哈，都冇精神，你就老去压条筋头哈，来啊，好，安尼就会好，老娘呀筋头较松软咩，好，较活络，好，来后夜，好，热那，你看我溜的缝，好，
个断片。有数做右片哈，较唔好做咩？唔做左数做右片，右数做左片，好安尼。记得咯，一条筋头，哈，捏一下来一来，好，人家哈，那个就靠自己了哈，自己自我保养、自我养生。英美老师会安尼，然后太甲讲做嘿，你看。人家60岁可以保持安尼身体啊，凸顺呢，搞瑜伽啊，嘛该我做伙做瑜伽哈，保养啊身体，冇说嘛该补啦，冇去做嘛该哈，现在做瑜伽做伙我亲好的朋友，好，故说从今日开始哈，瑜伽哈做你的好朋友哈，终身陪伴你，好，唔是看你的面色，你起家来哈，好，慢慢的安尼，很舒服哦，哈！这次的话，怂恿他的，哈，怂恿他过后呢，这样做哈，旋转啊，哈，好，也本来一条筋绑定的有嘛哈，硬高，挺痛就动来，松后眼就好，慢慢的哈，松一下，好，耸肩啊，带给你健康，按键弹，你就难死做咩？呀哈，你就抽电的就是别按吃按呢，哈，这。一动也不动哈，这样来讲，哎呀，耐酸痛啊，耐酸圆啊，你做安尼挺痛啊，好，你就会懂舒服的哈。挺痛过会还有些人做哈，前上后下，有冇？前面好荡后好旋转后背，有冇？前面荡后旋转后背，数。好，慢慢的不用强松，好，慢慢的放起来，好，慢慢的后背，你讲，你都接哈，人家背拢贵有无哈，人家背部的肌肉哈，你比当有弹性啊哈，慢慢的安尼，哈，唔要总系安尼哦，好，像新朋友啊，不用看后背啊哈，有做到冇做到，你看后背个皱纹就低哈，后背有挤压到嘛哈，你假使讲哈，做个安尼弧度冇啦，你就安尼听，好，安尼。冇按摩到人肩胛骨，好，因为它太痛作的喂。你看后背，你看后背夹在一起，有冇？你看后背个肌肉啊，肩胛骨也有一个肩胛骨，有冇哈？往内靠，好，不用强松，有冇？前好，不能拱起来啊，好，上肩头，好后，看到一样肩胛骨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不用下来，不用强松，该到啊哈。前面挡后，好，肩胛骨靠近，好，停一下，好，不用强松，吐气，好，也做迄英美老师当讲，有做到跟冇做到的，有感觉跟冇感觉，好，这个啊，你脚冇听，你们啊当然要打坐咩，要静坐，来脚安尼，你凊彩安尼搓，用来安尼搓，你搓会脏之后，用啊不用都冇相关，好，你只会去把人家个骨盘、底盘要搓脏来。好，安尼就会带给你正确的姿势，做的动作就还有效。好，故说你做些，你记得了哈，前面去感觉去，慢慢的透气吸气，好，慢慢的哈吐气，不用强松哈。你那转动呀顶点，好，放卡放起来，卡唔放起来，顶点那些停下，好，旋转扩胸，顶点那些停下，好，慢慢的好吐气，不用强松，这样可以试个哈，你会按呢。看下舒掌，好，你按你迄舒掌迄出力，按你迄舒掌出力啦，好，唔免人个肩头出力，你完全都肩头的时候，人舒掌尽量不用强松，有嘛哈？故说你就按呢，好，慢慢的转，好，转所有的关节，要做圆形的运动，不力，不按你转完呢，迄冇你看哈，你拿手。那个硬高头些，书咩给那后边拿卫生纸松片手，你就冇方便的。你装内衣袋子，书搬到后背去，你就冇办法扣人个，给安尼扭的那后背啊，拉链啊嘛，跟书就搬唔到后背咩，有冇？故说人家肩头迄硬高些哈，你个书就唔拉伸发的，故说从给安尼大关节。除了肩头的大关节之外呢，最重要哈，佢会影响到安尼肝经、胆经，肝胆经哈，各位数的12条经络就会经过安尼肩胛骨，好，然后玉美老师要放起来哈，假使你抽电的时候可以方便哈，你用来搓，用来做哈，
没做的啊，你起正业哈，你起正业做呢，你就可以做牙开的动作，搁加上脊椎哈，搁说人家数哈，吸气数，等下会很看顺畅哈，好慢慢的扩胸，哈，都呀，人家跟头呀要来到了哈，慢慢扩胸都呀哈，都呀，安尼扩胸哈，慢慢的吐气交叉。好，那你交叉注意，来到条筋头，好，慢慢的交叉，挺都要，好，慢慢的扩胸打开来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挺都要，好，慢慢的扩胸，好，慢慢的挺都要，好，你张开始，你会知道讲哦，打开了，会来到要真的几个筋头，好，因为老师本看好不？你看打开了，迄个筋头还没，我当强调要肩胛骨要靠在一起，安尼就唔会弯腰驼背。好，按人家肩胛骨的气脉哈，就会松动牙后背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交叉，好，按做10多啊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你看你假使很快去，你看，哦，人家数跟头无刚高，数掌手指头跟头无刚高一点，看，哦，就可以来上去了，有嘛？你就安尼，好，慢慢的不用强松，人家数可以检查人家跟头肩胛骨，哈，讲人家给安尼，哈，数掌的就全部有安尼。经络啊，有畅通，肌肉有安尼有刚高嘛哈。佮说做好迄个圆形运动迄个呢，好，就做一些大动作，好。佮听迄个通早之后，起正迄个数向前，知道有人来牙数到前面，主要係嚟啊條筋頭，有人嚟牙數到前面哈，拱背一下，知道我背攏去邊後背邊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打開來。打開了，好，邊邊，拱背，好，擴胸，好，慢慢的按你做哈，也給更加強哈，也個肩胛骨的個能量哈，往前，好，擴胸，好，往前，好，你按你不用等聽哦，你都知道哦，慢慢的有人來我數到前面，好，同志朋友，大家呢，當為一個按你。犯的毛病就係安尼，好，豎起來了就變安尼，好，安尼吐氣，肩頭不用向上，張開始做，有嘛哈？記得咯，莫豎起來，哦，安尼來做到背後最後面也個順通，唔免做個安尼肌肉順暢的順通，係緊繃的，唔不用下來，不用向上。好，慢慢的這樣吐氣，做好嘢哈。大概動作做好嘢，記得甩手，手腕手肘肩膀骨放鬆。好，所有的動作啊，不用強鬆做。好，因為老師做兩個動作哈，再重新再複習到啊哈。第一咧哈，就是好先交叉，好打開，交叉上下右數。打開，左手都當行，打開，右手都當行，打開，左手都當行，打開哈。你可以還夾到誒，你可以快速。好，那做男生呢？做男生過後，你這樣做到呀。記得咯，肩頭磨難，不用輕鬆。好，當享受啊，各位謝謝，當感恩講，你身體健康哈。這樣過來就是哈，好，永遠來亞數到前面，好。背攏邊邊，好，打開來擴胸，好，背攏邊邊，打開來擴胸，好，隨時呢，就做一條動作，隨時呢，就做，舉手就做人數的動作哈，就做多人呢，舉手啦，向上、向前、向右，哈，就做到人數的幾個12條、6條，所謂陰面的地方，陽面的經絡，唔係總係做關節哦，好有。都通到人的經絡哈，身體的內臟就會呈現出那個精氣神哦。好啦，那個肩頭的動作啊，就做到呀，鄉親朋友，你也都做得很棒，同玉美老師做得很棒啊哈。就呀，肩頭的動作就做到呀了，安子噻。